大家買水樽嘅時候，你哋會 concern 啲咩？我呢有好多嘢會 concern，所以揀一個水樽會揀好耐都未揀到。例如就係耐熱度啦，佢保唔保溫啦，然後容量，跟住仲有設計、顏色，仲有佢嘅出產地啦、材料係啲咩嘢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真係好多嘢，好煩㗎。同時，身為瑜伽老師嘅我，根據自己嘅身高、體重、每日嘅教學量、運動量，足足要飲成2.5公升嘅水啊！所以太細個水樽真係唔得㗎。咦？呢個係杯身高22.5cm，直徑8.8cm，容量去到730毫升，但係體重只有337克咋，真係超輕巧嘅設計啊！仲配備埋多功能兩用杯蓋，前邊打開直接飲用，後邊打開配埋呢一支嘅不鏽鋼飲管，嘴身仲要軟腍腍，方便吸啜添。裝凍水保冰可以長達24小時，保溫呢亦都可以長達12小時啊！仲有3隻顏色俾你去到選擇，蘋果綠、奶茶色，仲有我最中意嘅丁香紫啊！你仲唔快啲帶佢返屋企？